新闻开始，咱先来关心国际消息。印尼雅加达郊区发生重大铁基路事故，2辆火车将因为不明原金烧弄一个真正力，规车厢拢变形去。搜救人员是透暝抢救，目前了解已经造成4个人死亡，38人受伤。搜救人员出动机具来破坏，想要把已经变形的车厢撬开，希望会当赶紧入去内面，把受困的旅客救出来。好运性，互人救出来，旅客陆续互人用软轿去送病院。因过伫车厢内底，也有人无法度振动，当咧等待救援。有一位旅客就表示讲，事发迄当阵，伊当咧甲翁婿通电话，想要到话就讲也袂煞，雄雄就发生意外。Ada masalah di depan, gak bakal bisa kereta nggak jalan. Belum kelar teleponan sama suami gitu, kereta nabrak. Dilalanya aku naiknya yang di gerbong 5, bukan di perempuan. Tadinya mau di perempuan itu di Bekasi aku naiknya. 这件事故是发生伫印尼首都雅加达附近的木加西市，有一台通勤列车甲长途列车，唔知什么原因煞来相对撞，弄甲规个车厢拢变形。伫月台客满满，拢是咧等待家属甲受伤的人，有人是烦恼甲行来行去，嘛有人当场嚎出来。印尼的国营铁路系统长期拢有上过老旧的问题，面对愈来愈大的运输需求，压力也愈来愈大，真正也捌发生这款的意外。印尼铁路公司发言人证实讲，这件事故已经有4个人死亡，也有38人轻重伤，互人送去附近的病院。也毋过目前也无法度掌握迄当阵详细车顶的人数甲伤亡的人数，无排除数字会搁再增加。记者综合报道。